好，咱继续来读吼。我拄则有甲田阳影分享吼，就是讲我咧想讲一礼拜可能另外抽2工要来，当然连咱遮写日继续到来时，可能会一半时间要来读别本吼，但是要较确定要读啥，因为我本来想讲要来读新闻吼。但是我看遐新闻是安怎读吼，即拢全华语吼。当然读起来读啦，翻译是翻啦，或者读较好，主要是内容要读啥物？对啦吼，再来想看觅。有兴趣再来甲我建议吼。好，咱继续吼，16年9月初3，咱昨读无了。昨主要是读到讲因有两只大船来到台湾遮吼，报告遮，但就是因进前伫西班菲律宾遐含西班牙船，算小舰吼，海舰吼，当然毋是干那即两只，因规个舰队吼，含即个西班牙海舰了后，因算可能无讲输，但是嘛诚凄惨吼，讲死足侪人，也有破病吼。最后剩306个健康的人吼，好，所以呢，因就派即两只船去台湾遐算讨救兵了吼，先怎甲83个即个活掠的人送去台湾遮吼，好，咱继续来看吼，讲阮也收到上出迄船只的主管所寄来2批。就是迄两只来讨救兵的即个船吼，炸2批来吼。其实本国咧找伊，批你讲，因的士兵的状况真恶劣，因为因大部分人拢着着即个白血病吼，含水肿。白血病就是因为无青菜，无即个维他命 C 通吃嘛吼。对，即个白血病吼，水肿破病较真厉害，要求讲要对厝地吼送钉、送锁啊、送木材料等等物件去修复。伫马尼拉头前所讲的迄个舰岛当中派伊的船只吼，就是你需要一寡材料对吼，因为即寡需用品因非常的需要。对此，考虑了公司的状况以及我方伫马尼拉的舰队的困难的状况，就进前所讲的迄种困难的状况。佛罗萨议会就决议讲，迄只快艇 Brunswick 本来是决定本国个3号到4号以前要带着本柜最后的物件要出航去日本吼。所以呢。即马要求即只 Brunswick 要上班，按咱们只留到本个月10号到12号，希望伫即个期间会当等着其他地个船，比如讲即个马斯兰号会当对巴达比亚来赶来到遮，迄时就要派即个 Brunswick 号装载迄边所需要的物件吼，赶紧送去即个马尼拉遐吼。今仔日由即个上级上员 Phillips Skilemas 吼，是法庭的庭长，伫议会里来问阮提名的人。我看了即段吼，即段就是讨救兵即段吼，感觉足奇怪。迄当阵，其实讲来为即个号为即个来写报的时阵。因其实嘛有讨救兵，你看面对人讨救兵的这心态差遮侪吼，所以为什么迄当阵最后即个总统写到尾足生气的，写一本书讲去用伊哦即个佛罗摩萨吼，就是迄救兵拢无来，因为即个城堡内底冻10个月吼，就是讲讲袂落来。救兵来就解围啊，结果拢无吼，真合，实在是真合吼。好，咱以后来读着吼。
今仔日有这个上有员，叫做 Phillips，Skilemans 是法庭的庭长，伫议会里来问阮来提名的人，以便对中央来选出一个人来接替最近去长崎的这上员，Balthasar de Buden 伊所留落来这个课。经过对该事务的检讨了后，选定中尉 Hans Peters Chiefeletz 来接任这位。要送去淡水的物件，伫议会里拢通了后来签名，也向比较准咖啡的好主管识别，以便因明仔载透早会当实时来启程出航。伫上述的过年的阮命令淡水的主管对征收迄边的公社爱暂时停止。因为阮的计划是要伫个适当时间甲地点，按照因伫8月2号提议派船去收取，就是进行有人建议嘛，你莫叫阮安尼一抓路程遮尔远，甲你送去，你派船来收较紧啊！毋是我互人是，实在是送这物太麻烦。因为淡水和北荷兰两个城堡的驻防以及公司为着迄边的需要来做代志，费用非常的悬，因此呢，现在就要来写互这个该主管的会议，含其他的代志同齐来命令因讲，全部士兵的人数到这为止吼。两边拢袂当不得搁再增加士兵，因为伊现在兵力已经有够处理迄边的事务了吼。北荷兰是倒位啊？无讲吼，讲两个城堡的驻防一个是淡水，一个北荷兰。有两只篷船来对新仔海来遮入港，合计做29个人，再来80捆的帮430罐的新仔白酒，45罐的新仔白酒，大罐的吼，14篮的乌糖，2篮的面粉，甲100包薰草。然后6只篷船航往新仔海，合计做230个新仔人，再去4篮的大蚵仔，4篮的咸鱼。14道的胡椒，298个布鲁顿的硫磺，甲200道的香罗比。9月初4。看下时间。我想咱今仔日会当来留一下，有点15分钟来读一下新闻，试看觅吼。好，9月初4，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对西方吹来。早起呢，避雷船较尾号起定对岸边小可下面飘去。但是因为季风地高必须伫港岛中搁再一次来填补。天光的时阵，看见这个港岛西南海上有一只荷兰船。该船伫5后偌久，就来这个城堡下面遐停泊。我咧上帝是皮推船 Overski 号，是对巴达比亚来，对8月2号出航来，为着本馆再来总计达8712号吨的货物，该皮推船也再来顶9月18号伫个海南岛附近对这港南人的篷船所抢来一寡战利品。主要货物是水牛角，也佫有微量的鹿皮甲水鹿皮等等的物件，总价值是6241号吨。拢托东印度议会自国下对巴达比亚寄来批信了后，遂命令该 Overski 号去靠栈桥，以便来到为着本馆所载来的货物，正常要载去日本的货物，要退岸啦，退岸迄只哩挺后迄只皮推船，马斯兰号，
按照阮做分伫不过个3号的国旗要炸着最后的配信，派往长崎。9月4号，9月初5。早起以及以后规工拢是好天，风对东方吹来。避雷船较白的号，就趁风再次起定。真紧来出港。伫个入夜的时阵，驶出阮的视界。避雷船 Overski 号无用迄座所在好远。有一只帆船航王皮号载23个人，一天载底层。有一只高野船对Westland 号Westland 来遮入港。Westland 应该是地名吼。做8个新仔人载来8拿的龙阿爸，18拿的大鱼，1300条，就1300尾啦吼，4个乌鱼甲60担的盐，还一只帆船航王新仔的海。做33个人，再去15拿龙阿爸，3捆的沙鱼，甲78拿的大鱼。9月初6。暑时的天气，风对北方吹来。今仔日有3只帆船航往新仔海，合计做74个人，再去入海好远。73拿的龙阿爸，20拿的大鱼，30拿的鱼竿，大鱼啊，奇怪，这嘛是大鱼。3拿的蚵仔，30刀的胡椒，2担丁甲12担的鹿骨。有一只帆船航王皮号，和一只航王大狗，拢是干那载底层，合计做19个人。3队呢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做104个人，就是一只帆船对皮号来载小研究。有一只对西南海来载有2000拿的白糖，60拿的乌糖，70担的白蜡，22包麻布。100拿面环，150包薰草，甲30捆的茶帮。有一只帆船对几个人来，再来200担的猪切啦吼，150刀的米甲540领水龙河。有一只是对新港啊来，再有300包的新仔人的衫，250担的盐，20拿的乌糖，25刀米甲一寡白香的。10岁，9月初7，好天风依然是对北方吹来，因此迄只避雷船较白号，因为季风无多接近吼。今仔早起又搁来港外，阮的世界里海面来停泊，但是暗时啊又搁入海上，搁驶入海。有一只帆船对新仔海来到遮，做31个人，再来3点黄金1拿青丝，50匹的地舞是啥物件？7 hours。我来查一下什么叫地舞。我拄个寻着。第五。无这物件。
16年。第5。翻译一个荷兰文，看是啥物件？无法度，查袂出来。第5。有一只胖船对新仔来车坐，31个人载来，3点黄金1,450匹的第5。可能是中部吼。96匹的火段，20德里甲110包满布，也有一只胖船对车航往新仔海坐129个新仔人载去卢哈赫姆，14人的大鱼，2捆的沙鱼，163人644人大鱼啊，9捆的水陆河112德的胡椒，763支水牛角，27德沙鱼旗鱼翅真正读长读，15拿的沉香，15包鹿骨，35支盐，8领的水牛河，2拿的燕鹅甲3德的丝，也有一只胖船航往平湖，一个在地层坐9个人，9个吹过。炎热的天气，风对东吹来。这几工阮无用得为着避过船 overski 号，正常要运往日本的村落来探经典物件。今仔日阮受到伫平湖的船只主管寄来一张批，用来答复阮伫本国个2号所寄去的批吼。就是经过观察吼，避过船江口号食水13笑，有个13有个1/4笑。但是大船斯闹河就必须爱管个14笑，准备要航来车了吼。如果讲，管个14笑是先超个。如果讲上次迄寡船只吼，除了因为士兵随了破边无开了东游这个艇以外，因为太欠客艇含锁啊等等物件。也互迄寡朋友担心吼，是毋是会当驶来到台湾？有3只胖船对平湖载石头来车，合计坐39个人；有一只胖船航往平湖载地层坐25个人；有一只胖船航往打狗载20德米坐17个新仔人。9月初9月10号2天。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一只胖船对新仔海来车入港，坐32个人载来5德米，20担盐20捆茶帮100只鸡甲100只鸭。有间伫停泊伫平湖的迄寡船只情况恶劣，因此派快艇 Brunswick 号今仔日载着4个艇，甲其他的输用品航往平湖。也再有50个新仔人要去操作迄寡艇，因为迄寡船只的人人员大部分拢破病无力咯。佮因为避过船江口号会当咧水深13到13个4/4所在来航行，因此呢，阮就命令该船爱尽较紧解读快艇Brunswick号前来前来即只吼。即个应该是大只，也明明迄只大船斯闹号，若是伫水深13笑半的所在，当安全航行，嘛爱来车吼。若无就爱留踮咧平湖，直到后一厝的命令。今仔日甲定期跋筊的即个告示吼，叫王雷吼来搭伫即只来公布大船，并对船 Overski 号即嘛已经满载好，准备好当出航。下晡去停伫海楼顶，因暗
典议会里要甲迄寡要送往日本的物件签名了，就要共合该村的主管识别。9月11號，有一隻烏陰，但是還袂歹的天氣，風對放車來。早起快艇 Overski 號起行出港，航往海上，但是航一段路程了後，因為季風之後又轉來。有一隻帆船對小琉球來遮入港，再10個新仔人再來各種的歌姬災。9月12，温暖舒適的天氣，風又還是對北風吹來。比如迄陣 Overski 號趁着風，閣再一次起定，適時來出港，並且航往海上，載着總計咱27000號噸的好運大寶一趟，航往長崎。有一隻高野船對東港來遮入港，載有5個新仔人。在有80擔茶甲10擔鹹魚，有一隻高野船航往東港，載6個人。9月13、14，好天有涼風對北風吹來，上午阮繼續無處理幾件情節重大的刑事案件，其中4個人被判死刑。這個，人這當阮判死刑實在是安尼。就忝的吼，伊咱即马即個感覺，伊咱即馬個觀念來看，實在是太恐怖了。9月15，風甲天氣完像昨昏，有一隻帆船航離開車航往西南海，載56個人。再去6拿嘉魚、10拿蝦仔、13拿蚵仔、29拿蘿蔔吧、97擔胡椒、10擔半水落泡加2拿丁香。阮也收到即上有阮老爸佇即個淡水吼，伊本9月3號會經寄來一間火是對淡水經由陸路送來。對這間火知影講家地區的狀況無改變。無改變偌濟，毋過迄邊嘅疾病吼，就是迄個瘟疫啦吼。即嘛是上嚴重嘅時期，已經有較好落來吼，應該講好落來吼。俄羅上比舊年嘅狀況好真濟，現在比以來敢若有2個病人。此外，迄邊的朋友計劃喺本個月對舉行地方會議，為着這個目的，也已經通過迄9位的長老，愛邀請因來出席。為着要收回米，所以老爸已經送700里的一個軍艦去歸人，也佇淡水全力大量來收回五角。以及該城堡所需要的糧食，是毋是會當收到全部所需要的數量？有一部分的人表示真懷疑。此外，也知影講佇上述的日期，有一隻帆船對西南海來到遐吼，來到淡水遐吼，載有200擔鹽甲一寡雜物。昨昏宣判的罪犯佇通常的時間甲地點來處刑咯。9月16，溫暖舒適的天氣，風對海上吹來。有一隻帆船航往平湖，也有一隻航往西南海，攏敢若載搭船合計坐30個人。也有一隻帆船對上述西南海來遮入港。坐35個新仔人，再來如下好遠，60擔鹽250捆的一個陶罐吼，400捆大甲40捆細的盤，400捆大甲40捆吼細盤，30拿的米粉，100捆大碗，40拿烏糖30擔，糖漿30捆的茶飯甲30袋米。猶落在中晝的時陣，阮迄3隻荷蘭船對平湖來到遮，
来到这个港岛头前停泊，就是斯诺克、布鲁斯维克甲江克号，拢伫个昨昏航离平湖。报告讲，迄只避雷船卡贝耶号呢，报告讲，迄只避雷船卡贝耶号，因为强风甲阵风之后来入去平湖，就如自家船的主管伫本告稿所写的一张批所知影安尼吼。因航离开的时阵，该船还阁留伫遐，该船决定。一旦有适应的风，就爱随出航，继续伊航程。因该避雷船要载去归人的迄寡情绪，伫即个恶劣的天气当中，已经开始出问题了。有几只牛或者是猪已经死去了。9月17，暑气的天气，风对海上吹来。昨昏对平湖来到遮，即个来遮港外迄寡船只，就趁着风来入港，一路伫中岛拢顺利来到即个城堡下面停泊，搁落上地。有下列的船只对此地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是坐105个人，就是有一只航空新干啊。再有一寡北上的航，一只航往平湖，也有一只航往西南海，再去三那罗甲巴、17那河八昆丁甲4岛的护礁，有一只航往放索啊，再有80担盐、10担糖甲2担的空干布，搁有一只航往北部的淡水，再有陆下航20担盐、14担糖、12罐阿拉酒。100包薰草，5道要急酒的纸，5道烧麦，15匹空干布甲2担油脂。9月18，风对由湾对北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对平湖来到遮，坐10个人，再有70担茶，也有一只篷船对南部的淡水来到遮。坐6个人，再来20刀的切啊，甲20担葱啊。三队呢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海，合计坐62个人，再去30担的蚵仔，50担的萝卜，25担鱼，2担的虾啊，2捆沙鱼，107刀的胡椒，100担无过提炼的硫磺，1包空干布，8领水落泡。4罐的拿饼甲迄个拿饼应该是食料啦吼，甲6担半的肉骨。9月19，有2只篷船对平湖载小圆礁来到遮，合计坐32个人。有下列的船只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坐62个人。就是有一只高野船航往打狗，再继承。有一只航往西南海，再有13篮咸鱼，有4只篷船航往龙礁，要去载石头。9月20甲21号，持续暑气的天气，风对北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对东仔港来遮入港，坐10个西南人，再有800的要做糖桶的茶帮，有一只高野船航往南部的淡水，坐5个人，一天载计程。9月22，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有一只篷船航往东仔港，坐9个人，一天载计程。有鉴伫阮要送阮伫个马尼拉附近的作战舰队所需求的物件，以及其他需用品的时间已经真逼近吼，而且也已经非常的需要，因此呢，今仔日决定快艇布鲁斯维克伫个我中岛的时阵，就爱载所有的需要的物件，上万伫个本国个31号以前吼，所以伫中即个。快艇布鲁斯维克伫个郡伫中啊，我拄则看做是即个中岛时阵。
讲最近吼，就爱载所需要物件上班伫本个月31号以前来出航前罗马尼亚，即嘛2号吼，搁早一礼拜吼。该船到遐以后爱如何使用是要等遐来增援海军，或者是要送飞去巴达利亚，或者是送去加拿大，就听从司令官 Dave Rice 和伊的议会决定吼。即个司令官就是迄个蓝队吼。最近自由市民 Thomas DeRock 和伊的船主以定情书来问阮请求。互因会当用迄只抢来西班牙人的纳维船，NAVT 就是要船吼。该船因已经伫储备对公司来买吼，因买去后，前面就要去请求，来载着各种被符克的商品来派去巴达比亚试行贸易。对即个合理的请求，阮甲伊允准。此外，爱阁互因通常的委任书，以便因伫拄着敌人的船只或者是其他船只时阵，知影要安怎应付。因为阮一再发觉，拿草的正式吼，正拿草吼，到当日效果无好，或者是因为强风吼造成损害。或者是因为迄寡时仔农夫对土地的无适当使用吼，即寡请来就是用请即寡农夫啦吼，因为做甲无情愿吼，所以无法度互因来真妥当来做工吼，所以造成即种结果。因此呢，现在嘛，我记讲。因为处地的新仔人对正式拿草已经有相当的意识，所以阮将会伫最近发布告示通告大众讲，上述的拿草的正式爱开放正3档，这个期间将会固定价数来收买，就是上好的拿定每一档62号，中级的每一档52号，上歹每一档42号来收买。用即个价数，虽然讲会当伫苏拉迪啦，或者是什么所在吼。用即个价数，虽然会当咱们苏拉迪来买着即个物件，但是因为价数当吸引真侪农夫来栽种拿草，因为即个增加的人数会互公司增加收入。以后迄寡农夫吼，若种惯势。价数对随时会当个降价。详细商务员Bocadius Pandanus 按照伊的要求，继续担任这项在就是政治的拿草的监督工作，并且要彻底来教导这个新仔人确实来甲这个拿草拍个打吼，并且要做这个拿边这个方法，因为因对这个。抑阁无经验吼。9月23，暑气的天气风对帮车来，有一只帆船对龙桥来遮，载石头来做8个新仔人。9月24，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前拢几个所在合计做40个人，就是有一只帆船。航王时呢，他即敢若载地船，有一只航船航王打狗，载有15德米，有一只航船航王吉插，载有一寡白箱的货物。三队呢有3只航船对龙桥来遮入港，拢载石头来，合计做合计载有34个人。然后一只航船来自小琉球，载有8个新仔人，再来一批椰子。9月25。夜晚的天气风由原是对帮车来，有一只高野船航往芒港坐12个人，即敢若载地船，然后只高野船对打狗来遮入港载9个新仔人，80担茶甲10担咸，收到下属商务员老爸对淡水寄来一张花，四期本个月19号内容主要讲，
迄家有啊大部分村庄的町路拢已经以各种无为的即个借口推诿出色，就是用借口来出色即个要举行的即个电会议。因此，除了 Parikosi、山雕甲金包里这三个砖头以外，将无别的村庄参加上述电会以外，这样啥意思哦？那三个吼，看咱南部电会议安尼开到遮闹热，北部这样啥意思？真可怜吼。此外，也写讲伫迄边的朋友。为着迄个社保粮食的需要，继续伫淡水河里沿岸里收买切啊，已经买着12拉斯顿切啊。所以伫淡水河沿岸遮已经有咧种切啊，对，有咧种稻啊。总计是498户吨，一部分用现款来支付，一部分用货物来交换，其中有一半已经顺利载到淡水。今年迄个地区，稻米种到真好，收成真好，对啦。9月26号，天风对东风吹来，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海来遮入港，坐39个人再来下日的物件，1697人砂糖，2箱的杏仁，2箱的端，1包天鹅绒。65包麻布甲23捆的茶棒，9月27日，有强烈的北风，比如阵较8月号又过来即个城堡下面来停船，该船是咧本国个17号航离开平湖，要搁一次前往淡水，但是因为今年北风贵济，提早来临，业大。强烈的北风继续吹来，什么意思？大强烈的北风，因此无法度航往淡水，只好又搁转来遮。昨日半暝吼，捌伫即个拍天伫山附近遭有强烈的暴风。即撮的航程，因为恶劣的天气丧失，又搁丧失12只牛吼。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达到载6个人，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海来遮入港载41个人，再来14袋米、35担盐、130捆茶棒、6篮的乌糖、12篮的面粉、18罐咸鱼、34罐糖浆、甲13袋豆啊。好，到到最后一天，2到30，好天。风如同即几天对北风吹来，有一只高野船对达到来遮入港，坐7个西南人，再来70担茶。好，到个煞。咱今仔日日子读到遮啦，我剩15分钟，我来看一下咱来讲，要来读新闻吼。读我先试读看卖啊，各位听看卖啊吼。好，我先把即个直播甲停落吼。結束。